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华二林溪流域大型的杜丁一直咧生团，严重危害到农作物。有一户姓吴的在地人，因一口12个人用这个树林劈啊，一天就掠到41只。民众真甲因感谢，讲因为民除害。也毋过专家嘛来呼吁，讲若是技术无好，毋通随便来掠；若是甲这杜丁来拍青镜，造成因的栖息地来扩散。 安尼气倒害，下摆愈歹防治。来，准备把它拉下来。姓吴的民众伫咧钱的尾溜绑钓鱼线，用胶片啊写出去，带着大只杜丁，为了对钓鱼线行，随当找着伊。好，看一下肚子，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哇，它肚子怎么那么大？母的。 姓吴的翁仔某带2个囡仔，规家伙仔出动去掠外来种的杜丁，相关记录一天掠41只，影片铺去网络，2天来到6万人看。有民众甲因说道谢，嘛有人讲：哎呦喂啊，这杜丁的数量伫咧台湾遮尔惊人。啊，种菜会食，但是佢点要掠袂着。这遮大只吼，啊，增加人看了，有影个看了拢会惊。 杜丁是南美外来物种，伫咧台湾无值钱，而且会制烂农作物。 破坏报花，加上伊真够生团，啊民众讲不爱饲就不爱饲。政府规定109年的9月1开始，饲杜丁的人爱登记，违反规定上当罚6万。你想养，那你就不要再放出去。好玩，你去逗弄它，它下一次对防备心更高的情况下，我们就越难去移除。很有可能不小心又外溢出去，那你等于是在间接帮这个物种做扩散了。 掠杜丁的影片，互民众嘛想要掠，专家就呼吁民众，若是袂晓掠，就莫黑白掠，若无甲因惊到，因就会走去愈远的所在，安尼就愈歹掠。